促進我哋嘅善長同埋親善嘅和平，提供人道嘅服務，協助世界建立嘅親善同埋和平。喺各種嘅職業同埋鼓勵嘅崇高嘅道德嘅標準，扶輪社就係一個大家庭。我哋社員好學，亦都趁住我哋嘅社員去結交唔同嘅朋友，交流同埋想法，同埋建立我哋終身友誼嘅方法。包括我哋扶輪社每週嘅例會，我哋每年有2個例會，計劃服務、聯誼活動、年度大。Hello， 嗱一陣間我求你5嚿手圍啊！你再播歌我，贊成我，贊成俾掌聲。算我啊！年度大活動，嚟社區活動啦、國際活動啦、興趣小組啦。而香港第一個扶輪社係1931年去成立嘅，我哋嘅香港嘅扶輪社已經有90年嘅歷史啦。未出世？未出世啊？係。OK， 我都未出世。3、4、5、0嘅地區，而家我哋香港嘅社係有81個，澳門係有8個，喺蒙古有18個。我哋而家加埋嘅話，我哋大概有2700個會員喺呢3個區。扶輪社服務係包括咗好多生活嘅質素，好多嘅範圍。喺國際扶輪社有7大嘅領域。喺今日我想同大家講，喺世界聯誼活動咧，其實咧喺扶輪社嘅小朋友，亦都大家一齊去做活動。有時係話因為獅子會，我都係獅子會嘅，等我出年我先去做。但係獅子會貴少少，聽唔到。但係扶輪社，我哋今年我哋因為我新做社長比較少人，所以我可以招兵啦。型啊，眼鏡啊，好型啊！唔該 ，thank you。啱喎 ，OK， thank you，thank you。好，咁如果大家可以想加扶輪社嘅話咧，可以隨時去聯絡我嘅。唔使一定做義工嘅，可以一齊去，但係記住一定着西裝，唔好講粗口。希望大家跟我一齊用呢個文化界歡迎嘅，歡迎嘅。咁喺扶輪社裏面咧，其實咧佢哋個嘅收費咧都好貴嘅，都同即一年唔係好貴，10000零蚊啦。譬如話我哋獅子會，我哋18000蚊啦。我哋獅子會今日幾多錢啊？大聲啲，16800係啦。咁啊，獅子會咧，我哋都係我哋我哋獅子會我都勁嘅，我哋有一村獅子會咧，我哋全香港最多嘅獅子會，我哋68人嘅，維咗13年，最高峰係150人。咁咧，扶輪社咧，我哋呢邊而家暫時18人。咁我哋會費咧喺我訂立咗咧，我就諗個方法咧，可以令到好多朋友去容易啲人去入到我哋個會。我哋就唔準講啊，因為呢啲係全部扶輪社都萬幾蚊，我只係收6000蚊嘅啫。咁啊50% 裏面咧係交去總會嘅，香港有國際總會嘅，20% 係俾美國嘅總會嘅，25% 咧係俾我哋嘅書簿費同埋精英活動嘅每年奧運費嘅，所以你加入咗已經係做咗籌款㗎啦。咁每一年咧，每一個月咧，我哋有480蚊嘅飯費，即係食飯嘅啫。咁大家可以參與，所以我就想大家，因為好多義工啊，其實都好佢哋嗰啲能力啊，即係1幾2萬蚊可能貴少少，咁但係6000蚊嘅我諗好難加嘅。咁所以今日我做社長，咁我未來都選咗社長㗎啦。我哋下一屆嘅社長依起身係嘛？阿 K 都認識下嘛？係啦，明年咧會今年我做好啲嘅社務，將我今年做咁多咁精彩嘅活動，去交俾 K 去延續。因為做乜嘢？因為我係師傅，我做乜要成傳？做慈善都要成傳，希望下一屆嘅人都會延續到我嘅嘢，就係咁啦。所以大家如果覺得我唔想做義工咁辛苦，亦想有少少名銜嘅，或者因為做慈善咧，其實一定要跟大會去做，你先會得到想要嘅嘢。隨時可以聯絡我。好，我而家我第一屆啱啱入咗職之後，啱啱做嘅活動，大家睇睇好唔好啊？